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今本日福气来了》嘅节目。今日医疗单元，เรา开始讲嘛，家己讲的是牙齿哦。牙齿对你来讲，贴冲绕诶，你得是降听听，就系吃东西听听，係讲牙齿有冇嘅问题，係讲係冇去矫正嘅一件事情，會讓向到嘅係大家冇想到嘅，可能同你頭有關係，同水母有關係。所以今本日咧非常嘅歡喜，做啲繞牆到你哋教授專家嚟到節目地度到大家嚟分享，佢係馬莎咧，佢係類似每年牙科診所嘅人種，係你自我矯正嘅專科專家羅秋梅教授分享教授。大家好，我係羅秋梅教授，我今日來當歡喜到咧，老大家分享齒列矯正有乜診斷，還有乜治療，多繼續老大家分享，謝謝。分享你嘅教授吼，你講到牙齒矯正，就是你講齒顎矯正、齒顎矯正，哇，他家把那按好講。第一件事情吼，其實對你發音嚟講很重要，因為我覺得頭擺感音沒有這麼重視，除非進行問題動態。不過底下可能大家為了美觀，然後就會很重視、重視兩件事情。不過大家可能也不是只是美觀聽聽，其實它會帶來蠻多的影響吼。所以哇，你嘅教授嘅資歷吼，非常嘅多，非常嘅重要。就得講係線上嘅線上，教授嘅教授。所以咧，你見到你嘅警惕之前吼，所以好好咧講一件動身起嘅事情，就是也係線上特別帶落一種咯。對。这个可以呢，非常改等一下。其实你要买东西，这是线上几个反面改，几个走改。我们说这是一个布偶，对不对？然后老师刚刚说，你有流量之前线上讲，你可以试试看，你起看看啊。我真的就试了，很舒服，然后它可以打开，对，然后舌头。然后什么走的听痛什么？老师，这是你特别制作发明的，对，为了做肌功能矫正的训练。老师，你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，如果说我这样拿着，简单来说，它会是一个怎么样？肌功能的训练，对，我们会教小朋友他的舌头应该摆在哪里。很多人小朋友那个牙齿歪掉，是因为舌头去顶撞牙齿，或者是他嘴唇去咬嘴唇。所以我会跟他讲说，舌头应该摆在哪里，然后嘴唇怎么摆，然后如果你做不对的话，你牙齿就歪掉了。所以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工具。一般因为我们很难想象，原来小朋友的牙齿的位置都被让用到牙齿的。你看很难想，因为东南熊熊，所以你看对线上来讲还要告诉大家这个什么改不一手，而且老师你这个还带去日本交流对吗？对啊，我上来我讲们人工嘛，哈，人工韩国是交流嘛，所以从日本的医生去动听。所以老师你要做很多个长走的，因为牙签扎了。你走到牙签扎，当东西先让他卖啊！真的，因为哇，所以系讲，你讲伴手礼，线上系讲系讲日本教育，他不用准备伴手礼，这个就是线上的伴手礼。走在香港，对不对？很有意思哦。所以你是地讲哇，你线上读牙片的研究其实是非常庆也很深入的研究，真的是，好棒哦！我觉得这个看起来就没有那么害怕了哈。一般因为讲可能牙齿都很紧张。好，基本来讲也是件事讲。齿顎矫正一般因为讲说牙齿冇长的时间，你想不去走，所以耳门性上就是到底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可以来做齿顎矫正，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要做齿顎矫正？一般来讲哈，大家是讲牙齿歪歪是来看牙齿，其实哦，你要看一骨头有长啊冇长哈，上是有的声音了哈，看个行用调水，小下巴，小下巴，这种声音是属于打呼啊。然后吃东西啊，可能是保牙啦，或是打呼的动人严重。有的话是反额是就是这边好出来，好出来，好出来。其实係中嘅上顎冇發育好，所以其實是上面沒有發育好。對，就按你拉佢上顎哈，拉佢長出來，拉佢長出來哈，不如生長出來。有一種哈，一種成因是動為鼻塞。鼻塞有造鼻塞我们是造成中耳炎，对，冲耳炎冲耳这么严重，耳炎重，冲耳是各种的抗组织胺，冲耳都冇水啊，都安样成因呢？另外一种成因提出过是上顎啊、下顎全部发育不足。牙弓仔是因为它不够宽，不够宽啊，不够长，骨头不够大要整个骨头让它长出来所以它上颚骨头长不够，下颚骨头没长不够牙齿在水拉给上颚用出来，下颚拉给上出来佢长为打呼，长为鼻塞，有陣時當為不平啊，
冲啊请假，动出来无声音，是，因为长不高，长不高，嘿，人家长不高，然后心悸动差，因为心悸，因为他没有办法专注，对，什么心停猛啊，所以那种声音，这种心停猛。所以实来调整过来。我听信上讲，我真的很惊讶，就是说，你可能动声音，不管是鼻塞，然后还讲像老师讲中耳炎或是什么功课，因为没有办法专注，抬高可能没有直接想到跟牙齿有关系，所以原来是这样。对，所以安永改清型走得走齿颚的矫正，对不对？哇，基本你带落来突冲不会信上几大走哎哦，我们应该都走哎哦，你看信上非常的用心，像这就是信上讲的小下巴，懂吗？对，这小下巴哈，其实汉宫好细嘛，这边好短，可能长眼保养，事实上係嘅汉宫冇生出來，漢宮冇生出來之後，到如果你消耗你白冇讓你生出來，到睇你一時手術咯，手術，所以12歲以內，然後嘅漢宮生出來，再做再好。老師聽到關鍵字哎，小象12歲12歲自簽做好矯正，然後他幾下上出來，所以一個是矯正前，一個是矯正後。对不对？好，台大看老師帶來的圖會特別的發現，這個真的有落差蠻大的。哦，等下係小下巴改青孔，你係反咬的情況，正常嘅面係軟嘅啦，嚇。該反咬嘅已經開始凹落去，像熱光面，啱到熱光面，然後就嚴重，到你18歲就可以到，好，所以到你到一啲啲嘅下凹嘅時，上下凹的時候，實實攞去矯正，攞去上颚，攞去上出來，就會變成緊衝。所以性上，所以安永改問題，它會隨着年齡的增長染秧蟲，對，染秧蟲，不是只是維持而已，對不對？所以性上，你看它的圖案走夯斗兩邊，很嚴重了，而且係講超過18歲就會更要變手術，對手術，所以大家可以實際一天嚟到實是實種。OK，好，所以其實走神也是又發現有問題，所以大家也可信上原因。好，這個是另外一個，對不對？了解因為是講上頜發育唔足哈，下頜發育唔足啊，所以個牙齒是降落強下，動亂擠在一起，從降強下，擠在一起。所以動作醫生是那個放牙齒，放牙齒，我放落去面是有點凹落去，這裡嗎？這裡。這裡哦，這裡哦，凹落去哈，到佢就咧睇到睇那些個鼻孔啦、下顎哈，鼻孔啦，還未就係還未生長哦，還未生長，錯，所以到睇那些看起來像巫婆樣，哦，所以當到成日冇放牙齒，放落去其實會變巫婆臉，哇，所以安尼用薑誒，薑抬來，讓佢生出來，讓佢骨頭生出來，讓牙齒長好，就慢慢是這樣啊，所以信上的意思是，其實拔牙矯正，其實以為好像可以，可是它會形成難為一張問題。對，所以下面它為了兩種突攻，也就是不拔牙矯正，它的青孔是不會安用你，因為老師剛剛上面是巫婆臉，對，老師很可愛哈，用這種比較漫畫的方式，但是側臉讓我們看得非常改清楚，從嘛哈，所以倘若牙還沒抬高是為第，其實矯正還是要從小朋友是開始來。走開始，6歲來了哦，所以你看線上兩面線上準備是6歲到12歲，就在講係你個矯正係往進去，係啊，哦，像小下巴人啊，所以那個下顎上出來有肌功能矯正器，或是隱形牙套哈，該上顎嘅上出來呢，所以用上顎擴張，還有戴個頭套。老師，這戴頭套看起來好像是大工程誒，還好啦，還好，像魔人啊，像魔戴魔人哈，好，他倆是上顎，人家是上顎下顎孔啊，全部長出來。也是線上該下講也是比較黏蟲，係較黏蟲嘅。老師一般來講係咩牙上腫改青孔，其實牙齒好亂嘅係提上腫，因為牙弓仔。牙齒好亂。而且線上又講，什麼感冒啊，還過敏兒啊，很難帶的小孩啊，常常生病的小孩，全部那種長不高，因為跟睡眠的狀態聽說也是比較不好，對不對？對。好，你喺線上講誒，就是所以老大家咧分享線上分享個安豆改青孔係講都不下注意聲音，安用改青孔。所以從告訴講誒，大家去看線上，吼，莫話到個哎呀，他只是一個什麼身體質不好啦、過敏啊，去大家可能唔知老牙齒有動態改關係。動到條滿來，條滿來，我沒辦法長出來，條滿長不出來，長要長過人，你12歲長過冇長過嚟，我唔會長咧。
真是对啊好，其实还有好多要让大家来分享哦。哎，梁总，这个叫做常见的这个齿颚高颈的矫正器，老师，我们这边有个肌功能矫正器，要先跟大家分享，从吗？对。是讲这很多矫正器哈，要看年龄啦，看年龄，好细成因按你鼓励讲早期矫正，所有老成因变到去健康。可是从细乜嘅就我们在代谢使用那种肌功能矫正器啦，那是肌功能矫正器。那个就是有一个蓝蓝的呛呛哎，从吗？对，那个就是肌功能矫正器，看起来好像比较温和的感觉，从吗？水母代替。哦，晚上不是有水墨也是接带。好，这个就是你讲的肌功能矫正器，肌就是肌肉的训练。好，我们这边又准备一种图哈，每线上都准备，不能大家来看一下，这个就是真实的案例，对吗？对，哈，所以这个弟弟年纪很小，对，然后他年纪很小，只有换几颗牙而已，可是他牙齿很严重，对，你不赶快弄他不行。好，那没有别的矫正器，我们就用肌功能矫正器。肌功能矫正器它是软的嘛，它就把你牙齿排整齐，然后把你的生咬整理好，整理好，然后当然你大家肌功能矫正器没有做训练啊，肌功能的训练。好，等下我来跟大家讲，慢慢做肌功能训练。好哦，哇，你看，基本上东方伊做咧绕墙度，你家老教授来到两片，哇，讲到非常介明细吼。等下还会交代下大家动作介知识，大家先聊下，你等下常常来讲。今本日东方宇宙的绕墙的老手妹教授来到节目底，读到大家的分享，你讲牙齿矫正或齿颚矫正该第一识哈，我觉得太重要，因为华人一开始在讲牙齿矫正，只是为港沟讲啊，好像牙齿不够整齐啦，很容易。其实台高有第一时间会影响整个孩子们的整个身体该成功。像线上所有同学节目讲到长不高啊、鼻炎啊，甚至中耳炎啊，没有办法专心，水母喉啊会欠稿，其实这都很辛苦，不是美观的问题而已，会很辛苦。这是上团节目里讲到改凸来肌功能矫正器改算是一个案例，对不对？而且线上这个是它的侧边，对吗？对，所以真的是。蛮明确的这个影响跟改善，所以老师这个肌功能矫正器你会教我们怎么用，还是说它其实戴完之后还是有一些，还是要持续戴矫正器等等的？草猫对它呢，它戴的时候还要配合那个我书上讲的哈，这是一本肌功能矫正训练的书哈，这是日本的书，然后把它翻成中文，现在已经在市面上有卖。所以老师这你翻的对吗？对，哇，这很多牙医跟我买，还有些民众也买来。而且我觉得很棒哎，因为它这里面非常改清楚，而且又动都改图片，走得到台大来搞哇，地图很嘛改，就好像是一本很重要的专业的书籍，可是一般人也可以看，非牙医师没走得看改书，你看哇，亚马逊也买。动清楚，大家有看到，对不对？你看动清楚都大家都小改嘛改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卫教知识的书本。好，家长看了就会发现，这个声音呢有问题，实在是心理上，心性上哈，然后心上不易建议讲有蛮治疗，所以按你戴那种肌功能矫正器没有配合那个肌功能的训练，才能够完整。做治疗老师摸一下一般来讲，我们刚才有讲到嘛，上回节目讲到4岁，比如谁感应也是，给莫派图戴那种成人矫正器的时候，不要讲成人了，就那一类型的矫正器改时间给走在戴牙，可是不代表他戴完就不用再戴其他矫正器了，对，还是要戴什么？还是要对，因为那种矫正器差不多改善差不多30%到50%啦，不会100%哦，因为看起来已经改善很多，对，它没办法改善说中线啊、牙齿歪、穷歪呀哈，这个改善不了，所以我们要等到时间差不多，就要进入传统矫正，或是隐形牙套。
那传统矫正到隐形牙套哈，强调哈，传统矫正那个就是传统，因为台大传统哦，我小时候常常看到我同学戴矫正器改洗洁精，就是戴传统牙套，就是有一个像我们那时候小时候可以啊小钢牙，我们会这样称呼，那就是传统改从毛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线上孙特饼哎，就是透明的那个，好像有个塑胶壳的，对，塑胶牙套，就是一个现在的隐形牙套，隐形牙套，牙两种哈都对矫正牙齿的，可是呢，一般来讲，该传统牙套啊，其实金属做的，很好剪哈，就剪，它是把抽抖应用。以前同学都说旁边会戳到嘴巴破掉。破皮，蓝皮动出个，那些东西也不方便。从来是看医生，咱2礼拜、3礼拜就看医生，动发起见啦。所以你下呢有新的哈，就是隐形牙套。你要动流行，隐形牙套好用，就弹性，而且可以3D 列印，要动流行，3D 列印打印出来，根据每个小朋友跟牙齿客制化。一头一头让牙齿排整齐，而且不是匆匆来整收。而且有一个重点哦，20到22小时是因为可以走在剥下来洗东西，这是牙齿那么久啊。我们家现在有3个人在戴隐形牙套，只是动流行，因为等下我觉得。线上这边有拿出这个一个优劣来问大家的分享，我对我来讲真的就是科技的发达，对不对？科技改发达，让用到下大家在做牙齿改矫正改时间，冇可能改闲车。特别大家唔敢做的时间，是因为讲哇好像很痛，然后又要拉牙齿，然后又会咬破皮。不过下等于是这个好像看起来。好不很辛苦，好熟悉，刚刚系安养草嘛，好长时间，所以牙齿系大家来讲，我们帮大家整理一下哈，所以意思线上意思是讲，世界世界虐待肌功能矫正器，不过大好可能是教育上差不多30%都是，不过后面还来带，还讲其他是你讲隐形牙套啦，传统来做比较啦，错吗？哈，不过两下线上真的太用心了，你看线上帮我们准备一种图。对不对？那是讲小下巴，嘛个按照小下巴，对，因为因为打呼呢，因为小下巴是按就是诊断了哈，就是那个人下巴人中这里，下巴是人中的2倍，下巴是人中的2倍才是正常，然后眉毛中间哈，那鼻下到下颚1:1，1:1。这是应该是标准的脸型，是这样，是漂亮的脸型。该下颚声音呢，质量小于1/3。我知道，就是黑公可爱面啊，就是这里到这里很短，严格来讲是2片到2片好短，然后这里到眉毛这边就是很大于1/3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会这么认真？因为臭面孔性上改治疗时间我还拿尺量我自己的脸，你动这样，没有，我昨天真的在办公室拿尺量，我想这里到这里，然后看自己有没有小下巴。所以到台高在讲，因为刚才前面到台高的分享都在洗下颚，就小下巴很嘛改，就是性上讲哎，这很清楚哦，1/3，黑公你这边铁白大于，然后这边短短的就小下巴。台高讲小下巴只是长得。不是美丑的问题，是它会影响整个生长健康，对不对？健康感问题。好啊，而且线上今天有带来很多的案例同大家的分享。你看小下巴问题是安用音，对不对？系啊，个小下巴音哈，佢个个关节嘛，从来会痛，会卡到，所以这里吗？线上你是说这吗？就关节这里，耳朵旁边哦，就下颚的关节，你下颚听痛的时候，因为就叫会痛，会痛，叫还咪会痛，然后听那会痛。一声音听那痛，因为该关节一声音都听那痛，因为关节卡到，因为小下巴音，还有关节卡到。哦，那个小下巴音可能就是保牙啦哈。然后小下巴音佢下颚调水嘛，啊，所以佢神马藥啊，冇地方病咪卡到嘅喉嚨，佢其實會水母會打呼，啊，水母打呼染蟲又係會變到呼吸中止症啊，咁當然。下巴调水哈，都抬了个甩是走太，是因为下巴调水。哇，所以你看大家冇想到下巴安水，线上你看，我听到好几个关键词，第一就是
呼吸为有问题，可能会打呼，什么欠港哈。第一呢，因为你到台嘅时间，你搞不好因为咬合的整个就是咬的问题，所以这边有可能会痛。我刚听到一个更严重的是，有可能一声音都会跳哪痛。对，就是因为有可能就是因为这整个的联动，关节的联动，然后再好，那样子还有呼吸中止症，对不对？还有就是它会影响你整个健康，因为水母嘛，水母因此会可能糖尿病、忧郁症。这些疾病都会出来。没错，因为睡不好嘛，水母吼。对，我要是心血管疾病，我要是睡不好，我第二天心情会不好。对，因为你就觉得很疲累，你需要休息，因为夜困哈。好，这个是你大家有动清楚吗？我觉得今天这个知识好重要哦，可是听了之后有一点心惊胆跳。可是台大莫讲，就谁改时间去做矫正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们刚刚看到线上走改秃6岁到心理水是黄金期、黄金期。好，咋个来？所以你下巴太小，小下巴水容让你下巴可以肌功能矫正器，肌功能矫正器，或者是下颚前导矫正器，把下巴推出来。OK， 也把下巴整个这样长出来。我知道，就是这整个长出来，让它，因为老师还有画牙齿，本来牙齿是上面是有没有？它会这样龅牙的，对，这样子，把下巴拉变起。对，哦，好，那大家都分享一下线上带来个呢。你可能要加声音呢。保牙保到动厉害。最左边那个可能保牙保动厉害。行动动谁？这就是小下巴。下颚前导矫正器。是变动这样哦。下变这样。哇，这真的差很多哎哈。老师，他这戴多久？几年？要动严重，所以戴5年。其实，可是我觉得慢慢的对，我觉得也比较舒适，慢慢戴，慢慢变。本来也快到哎，本来也快到，给公司快到嘞。太好了，这个是它的侧面，什么？哇，没戴跟有戴，所以就是线上讲的保牙盖问题。对，保牙。哇 ，OK， 好，这边还有一个。这也是用生长导引啊，这叫生长导引，这个是另外一种，那是反咬的啦，就不是小下巴了嘛，就是反咬。你黑公用就是底包天，这边比较突出，对，下巴比较长，或是比较长比较突出，对，后道，那就是底包天就是反咬啦哈，松弄是好谁啊，松弄好谁，那松弄上出来啊，就其实刚好跟小下巴颠倒，完全是颠。好，这个是线上逮了一个案例，对，他动眼虫哎，这个长大没有快到哦，个行弄个牙齿都。那他以后航白就有快到吗？你还没死哎，他现在这样子，对，那去治疗好啦，都这样，我好想拍手哦。线上动的，线上讲，俺俩拢去治疗好，你俩还要动这样。其实简单来讲，就是如果你都摸以谁做治疗，就航白台问题未开动，很可俩下走，慢慢来走，可以变得动好，变得动这样，从么哈？俩是很 Andy 线上讲诶，好，这个是他的侧脸。对，那个上颚扩张还有要配合。就是蒸汽呼吸，像个帽子一样的洞隙，对，然后要蒸汽呼吸，要治疗他的呼吸啦。我觉得很棒哎，我刚才有很棒的意思是，其实你看你整个呼吸也都流畅了，鼻塞都好了，性情也变红嘞。对，很多小孩子这样鼻塞好了，成绩就变好，就长高。因为我本身鼻子有过敏的问题，真的，因为鼻孔很容易狗鸣，也很容易鼻塞塞，你真的没有办法专注，而且整个性轻微肺松感不好，水膜也是件美黑暗用音。很可能了解你线上讲的，还有嘛个哦，那大家都分享，大家先聊下，等下再来讲。东方现在要强调老手妹告诉，来到节目地图了，大家来分享哈。其实你走过动作改治疗单元，今天是提白哈，哇，这个信上这么的认真，然后很像在让大家送口形容，可是秀不非常改台哦。你送两团嘅节目讲到动动，马家细节去做高进啦，用你嘅亲口去做高进，因为两团节目让大家来分享就是我们挑先有讲到就是牙公仔干问题。对，而且老师，我觉得牙公仔好像最辛苦，因为你可能信上改凸，它等于没有下巴没喊那种么，而且给呼吸道全部塞到。好，鼻孔塞到，在喉咙没塞到。好，所以可以这样，老师你帮我们分享一下，可以来矫正。上颚骨膜上颚发育不足哈，下颚骨膜发育不足，所以佢呼吸道哈鼻塞哈有嗰種
打腹啊，那种成因呢是动难抬啊，从而生病啊，公车也不动差，所以对成因动脆狗，所以呢，肾到去送哦。不会长出来哈，上颚扩张用供出来。哦，我有看到那个铁的，把它对撑开，供开了。这个上颚撑开，就是那个。对。老师，那很痛吧？不会痛。看牙医最喜欢会很痛吗？戴眼镜跟戴眼镜一样 ，OK 就不痛。哇，你看这是一种安定的力量哈。其实心脏不会痛，你就相信心脏。好，然后天内这次心脏带了一个案例，他几时系主攻在改冲空？佢比赛动难重哦，然后打呼哦，所以冇动难水，牙齿袂安歪歪。所以两下走唔得了去帮牙齿哦，先到给上颚、下颚先上出来，那供出来哈。老师真的是因为牙公仔，所以你看老师心脏下面那张图，它真的是长到这里。对，因为就是因为没有空间，什么没空间，所以你看它根本就是长到基本上是长到很上面这边，对，虎牙找都挡不起。哦，好。所以给治疗是先那个上颚扩张，用 RME， 那下面用 MA 把它下巴长出来，这个就是隐形牙套，隐形牙套。然后这个隐形牙套很特别，它有翅膀，就是这个，有翅膀的，它会把你。难怪我觉得旁边怎么有多出一块。对，它会把你的下巴推出来。好微妙。这个是长上颚，要长下颚，上下长出来之后是又空间，跟牙其实来讲这个真的是很动长，白长就猛帮牙齿，给呼吸没动好了。呼吸也动嘞，可以动。也弄这样，你看扁酱有扁空气，最重要系身体空气的问题，什么哈？你还可以正面改凸，心脏又带了一个侧面改凸，给下巴没长出来，给鼻孔没变。老师，它侧面差很多。对，鼻子也变挺了，下巴也长出来了。对，真的，因为你看该体重凸改汉昂，这边是斜，好像比较摸汉昂改高哦。这个弧度，要弧度变动这样哦，下巴的弧度是。就是真的就是下颚改弧度什么哈，所以你看基本上简单来讲，其实你基本上唔係啦，大家都講用英，主要咧大家都講，其實基本上用到空氣，我做嘅是即細做，細摸到睇是即係開刀，什麼哈，走到嚟，線上分了很多種不同的案例，而且帶了動都改圖片。不過講到嚟哈，還是有個非常重要嘅事情，就是這個。评估，老师，这个是好像要很大的决心哎，哈，我们的声音嘅问题，还有各种对两件事情嘅认识，什么？所以各种認識講，早都有差唔多6-7歲，你就來看牙齒，小學幼稚園咪來看哈。你來看之後，你會評估哈，照 X 光片，看你牙齒有冇問題嗎？哈，係骨頭有冇問題嗎？上得好唔好？然後你評估牙齒咬合的情況，看一下，然後呢，最重要功能檢查，比如說鼻孔還有口部的功能有問題嗎？有鼻塞嗎？然後咬起來樣板會反咬嗎？然後為咗嘴呼吸嗎？開口呼吸的人當我感冒啊，鼻塞就是開口呼吸，不是動感冒，傳染感冒，因為你鼻孔可以過濾你的空氣。他一摸過濾，即使嘴快呼吸，即使會動會傷。所以他的問題是連帶的，一個影響一個，一再長熊，一再長熊，一再所以有沒有鼻塞、鼻子過敏？當到鼻塞、鼻子過敏小朋友食到專門水唔得，那佢衝開來之後，佢好凍都好水。哇，對，凍。所以你有了解資料之後哈，你使用電腦去分析。有沒有治療？科技很發達，對，全部用電腦來分析。電腦分析，然後讓家長講，分析好咧，你要用乜治療，是用課後的根據，做最適當的治療。對。OK， 所以老師有沒有線上有冇嘅 tip 都家長講嘅，就是我們要建立一個乜嘅正確嘅觀念。就是早啲來看牙齒，早啲來看矯正醫生，讓你好好評估有冇細老小朋友問題，從大問題變小問題，小問題變冇問題，所以早啲來看牙齒，就是這樣子嘛。大家還是看牙科大家還會講啦，所以從良時係不要怕，對，就是去面對。對，當重要嘅，當到老幹年講牙齒全部問題上來，23歲上來，來唔差了。聽慢了冇咁錯。前先咧，頭排牙未會談過啊，你下掹換牙啦，頭排行擺換牙係所以就去看牙科。
老师这很重要透动球，透到走。其实不要，对不对？你就是没有换牙之前10块钱先走。流水来了。流水，我知道为什么。俺弟为什么？因为我刚刚信上用贵家节目用少给他了，俺又在动态给感雄是黑。因为线上走不是拉起又长哦，其实走是整个骨骼的矫正，所以骨骼的矫正你当然总得等到弯牙也是一场戏啊，慢弯牙是正戏的，所以你骨骼矫正好了，你弯出来个性啊，它才会漂亮，长为。像你打地基啦，地基打好嘞，你拿起来拍好是这样。好，所以老大家来讲，系讲，有可能你基本节目嘅乡亲朋友系讲，前些思想线上讲，因为家下线上有讲，你大家有谈节目，老师讲有机然。有机验水来看线上，因为固定除了是口腔保健之外，香港从老嘅事情是如果又问题是直接来走起了，还有我而且我根本一堂线上讲啊，都而且大家莫讲，就是你好好听老医生分析，每个莫口改冲口，莫口改清口，你就可以选择你适合的。对不对？哈，有些人也许适合这个，又对你可能血哈该，然后各种目标来评估，然后我觉得忍耐一下，运耐一下，6年、上年、5年狗后，你长大之后你就有一个很好的就是很好的颜值，而且而且我对从脑改实心是，我觉得要这样才不会鼻子过敏，才走得又好的睡眠。对，这个很重要。长高。好，这个就是今天要台高的分享还有一些事件哈，因为刚才讲过改时间，我有稍微认真的。翻一下2本书哈，因为2本书我基本也提100看到。我发现为什么线上讲2本书除了外国线上来看之外，其实一般给爸爸妈妈看嘛非常好，因为老师这个好可爱。老师你这个有熊熊的图，对，就训练嘴唇，它训练舌头，的各种运动方式是，所以这个就是真的不会觉得是一个很难的，好像是医疗的一个。什么样的一个书？就是做运动一样，让嘴巴跟舌头做运动，然后你也牙齿是会有很好的口腔环境，所以牙齿是会好长。老师，我再问一个，那龙音盖也需要做这样的训练吗？龙音盖吞咽，创下港头，龙音盖都螺丝动为港头。可是我以为那个是因为它这个机能退化。那要去训练它的舌根，所以我们要训练舌头的方法。所以跟这个概念是一样的。对，所以它里面有讲到设计那个小孩那个老人家怎么样训练他吞咽，舌根的肌肉的训练。因为我会起到年纪好大改龙音，特别是讲老几的小朋友，你会发现他会咳嗽。对，其实他是吞咽，他会一吞就会，好像会。所以其实这个也是要做训练，是因为他的肌肉退化。对。肌肉退化时，你训练那个肌肉强壮，是什么港多？那港多当为变成肺炎。哎呀，今天跟老教授打嘴骨嘴太个受不就会，它会引发后面那个很严重的症候群。大家会讲，讲去吞咽好，冇按或者是讲那会有肺炎会有肺炎嘅问题。还有一招是这边可能一般你讲齿颚改搞紧好，冇起家改灌黑，这边是从内而外这个。算锻炼这个嘴唇力，然后让你就是还教大家如何有一个漂亮的笑容，是吗？信上对，这也可以训练，看起来比较年轻，训练你的表情肌，你笑起来比较可爱，要比较年轻，所以可以照着这本书来训练自己。老师，这真的可以训练吗？是可以的，所以包括你的表情，然后微笑的这个样子，都是可以训练，都是可以训练的。只要持之以恒，有耐心，就可以把自己训练起来。所以大家又发现2本书真的很实用所以这个对，因为这个初疗解析，它当然给第不读有好多好养宠这是一些比较是齿颚矫正的这个案例。不过对我来讲，是讲聊到案例，就是你除了走在以强导性上来了解之外，还好从了解事情是这中间还有什么微笑的训练啊，什么嘅训练不同係後生音，就係講錄音架哈，最尾節目嘅醫療分眾是係。老師，你就是現在的看醫生，一款牙科好像沒有像以前按電音這樣嘞。現在的醫生好親切，比較會幫病人着想，因為是教育的關係啦。真的。對。因為我想老師應該也教了很多的。學生，所以現在的態度跟以前的態度也是不一樣。對。因為其實因為大家動這樣看牙科係講你看現在的世界，醫生只要稍微溫柔一點點，或是講話比較正面一點點的時候，你真的內心會受到很大的鼓勵。對，壓力。要不然的話，有很多的同事，剛才也在同時分享講你看牙科被綁在那邊，因為他非常的害怕，所以現在就比較知道了，對不對？
我提款牙科有些包括上麻药，医生也会很认真跟你讲解它的整个流程。好，所以讲到牙还表示嘛，该来，所以大家还是不要害怕去看牙齿，因为好走落去看总比后面问题好养错嘅时间落去看牙齿嘅时间，可能重新改问题会很好抬。对，所以今天重点早期矫正。对。好，有談到，所以非常感謝先生呢度節目啲讀啦，大家都歡迎上，我相信大家嘅收穫聽所動態，所以感謝你嘅老教授，謝謝。好，你所有嘅鄉親朋友聽下落嚟做論壇了。校群復習類咧節目嘅鄉親朋友，我記得去到你嘅面書咧傾站哦，還有填入客家電視嘅 YouTube 頻道，也記得留啲影片分享出去哦。